凤林是高纵密度最高的乡镇，人才济济的小地方，却蕴藏了许多知识能量的机转。像是高纵之子，就运用了陶艺和玻璃制窑的专业，将无色的竹炭转化成黑金。这故事也成了旅人追逐的亮点。你要竹炭吼，定义本就是我们黑钻石。黑钻石，无酸的，无色的酸的。因为讲呢，其实啊，竹炭呢，有钻石，都化学元素伫度，很强用啊。但是呢，强用迄碳，强用迄锡呢，钻石啊，某强的价格。一节节沉甸甸的竹子，在我手上很有分量，送进砖窑里。一烧就是60小时，经过1200度的炙烧，淬炼出硬度可比钻石的竹炭。这做炭黑无色给这样画起来的话，是不是要注意什么配色啊？对呀，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挑选的颜色可以挑选比较鲜明对比的，出来就就会更显色。对，更显色。太棒了，所以就是自己想画什么就画喽。就画了，对。而利用竹炭是无色的，我的彩绘 DIY 颜色更加鲜艳，我就把我对竹炭的爱全画上了。我真的把来到东台湾的感觉画出来了耶！我画了好多爱心哦，因为我觉得这里真的是一个充满阳光跟热情的地方。喜欢吗？我的作品，竹炭成了黑金，穿在身上的衣服，盛装食物的器皿。各式各样的运用，真的让人赞叹。只是我没想到，竹炭做成的冰淇淋一点都不暗淡，口感让人惊艳。你要做炭饼哦，看起来无酥酥，不过懂好吃嘞。好吃。做摊还可以发图，真的不错哎，又能吃又能画图，好棒！丑小鸭变天鹅不是童话故事，尽管做摊黑无色给，浴火凤凰展现出的绚丽，在生活里让人看到更多光彩。